大家好，上期手忙腳亂，條片唔知咗邊度啊，做咗之後，咁啊急急腳腳啊再做多條啦。咁啊第二條即係替代嘅片咧出咗之後，又揾翻原先唔見咗嗰條，真係好笑喎！真係咁樣。不過仲好笑嘅地方就係、多謝幸運之神，上期嗰3匹馬完全翻晒嚟，三匹翻晒嚟，所以應該係燒炮仗嘅，燒炮仗。好啦，炮仗燒過，言歸正傳，聽日嘅馬啦，明日星期六跑馬，編跑11場，2迷9草，適逢又係端午節嘅正日，喺呢度 Richard 恭祝各位端午節快樂。聽日嗰11場馬呢，因為跑11場啊嘛，頭場開跑時間12點半，報時呢個時候係4點45分，4點19。咁 Richard 今一次呢，又係買位置過關，不過買多一場，點解呢？因為我多一場嘅心水啊，係啊，原本都係得3匹，而家就突然間多咗一匹，嗰一匹呢就叫做第3場嘅銀河勇士。好啦，講下啦，聽日第1場至第5場，場場出馬都爆棚。第1場係5班14米 ，Richard 揀咗個馬匹呢，本來呢有2匹喺個心裏邊稱嚟稱去嘅，就係、幸運傳承咯，9號同埋10號可愛新星。點解啊？因為呢一場第1場個賠率好奇怪，有冇賠率異動啊？梗係有啊！動得最緊要嘅就係3號啊，好運寶馬，好運寶馬3號，1、2、3匹馬。我都係預期佢哋5倍嘅，而家1號線路神話2.6大熱門，2號文明福星都係冷咗啊！我預期佢5倍啊嘛，而家佢係7倍7.1，而好運寶馬咧奇怪啊，真係好奇怪啊！26倍啊，嚇死人啊！我預期佢5倍，而家佢嘅位置都6.4啊！哇，點買？仲有喎，呢個時間。投注咗係40幾萬啦已經，呢個時候係4點46分嚟，咁嘅搞，即係咁樣搞法咧，我只有係1號潘頓，2號布文我都唔要得，咁啊只有揀退而求其次，揀大道達啦、田大安啦，即係幸運傳承同埋可愛新星2匹，咁我稱嚟稱去我都係。可愛新星我係好中意佢，但係好似幸運傳承即係抵薄啲，係啊，抵薄幸運傳承。咁幸運傳承同可愛新星我都係預期佢哋20倍，而家幸運傳承係14倍啊，係睇錯咗，可愛新星先至係18，咁啊唔理啦。如果話聽日如果聽日咧個形勢咧，即係賠率形勢係不變嘅話咧，我係會考慮買1號呢一場9號同埋10號嘅鴛鴦 Q 單 T 咁嘅嚇，聽日睇下點啦。咁而家咧就買咗9號先。好啦，第兩場就係4班1200米，咁呢一場啦，我預期佢係大熱門嘅馬啦，就係超平凡。可惜而家唔係超平凡，我預期佢5倍，而家佢咧就8.5。好啦，仲有一匹，我係預期佢係即係熱門之一嘅，係2匹啫，就係團結勇士啊！即係布文就係潘頓布文，團結勇士加8.9啊，吹長啊真係咪？熱咗喺邊度啊？熱咗落嗰匹新馬初出，
常常發財，經常品嚐到發財嘅氣味同埋味道嘅，常常發財。常常發財而家就係2.7，我預期嘅係10倍啊！講晒，咁我揀邊一方啦？梗係唔會揀嗰啲大熱門啦。咁我諗下，潘一哥又唔揀得，布文又唔揀得，唉，真係頂你個肺啊！咁啊，三哥都唔揀得嘅連下我，咁啊揀咩啊？揀梁家俊啦，就係2號揀中環天下，我揀咗中環天下。好啦，第三場就容易啦。第三場我就係揀咗嗰匹12號銀河勇士。點解啊？好簡單啫，唔係因為佢田泰安騎，唔係因為佢個檔位靚啊，而係因為我預期佢50倍，而家佢11倍，嚇死我！熱咗好多。咁啊，其他嘅馬匹咧，仲有要其他嘅馬匹作出配合噶嘛？其他嘅馬匹英雄戰歌係熱得滯。咁啊預期佢係次熱門嘅嘉應勇士，即係潘一哥嗰個。咁嘉應勇士而家5.9都係喎，即係妥妥咁啊！咁啊好啦，只有揀銀河勇士。如果聽日個賠率冇變嘅話，個形勢呢，我會買一條單 Q 嘅，就係潘一哥搭3哥，就係9號嘉應勇士、12號銀河勇士。好啦，講到第4場，因為我係準備買條4川11係4川11。咁呢一場點揀馬咧？唔使揀啦，唉，就係又係布文。我係揀咗天時名區5號。點解咧？因為呢場係泥地啊。咁啊有一匹馬咧又係唔似樣嘅，飛騰追啊！點解唔似樣咧？我預期佢5倍啊。點解唔想解釋啦？大家都知啦。而家佢10倍啊，係呢個時間係4.51分啊。佢10倍。咁啊，仲有我研究過其他嘅馬匹咧，即係好和妥同埋信唔過啊。最信得過嘅就係5號天時名區，所以我就揀咗佢。OK，多謝晒，祝大家好運。